启示录第5章。我看到嘅坐在宝座上嘅，有书拿定一件书，那件书两面写到满满嘅字，係用7隻印嘅封頂。我又看到一個千勇壯嘅天使，台上宣布講：乜人有資格掀開這道印呢？打開這件書呢？仲係無論在天堂、地上，也係地底下，攏總無人能打開，也係看這件書。我就台上叫，因為無人有資格打開，也係看這件書。長老中有一個對我講：唔是叫，你看，佢對猶太記述出來嘅事，大衛嘅後代已經得勝咧，佢能掀開嘅7隻印咧，打開嗰件書。接定，我看到在寶座老師嘅生活嘅圖案，就係眾長老為定嘅圖案，有羔羊起定。嘅羔羊像係本人賜過嘅，有7支角、7張木柱，就係上帝嘅7個靈，係風彩派到世間特所採去嘅。嘅羔羊進前來，對坐在寶座上嘅幼書，將這件書接過來。佢接過這件書嘅事，是嘅生活，老24個長老就跪在羔羊嘅面前。大個長老拿定獻金，然後裝滿香嘅金爐，倆香係眾聖徒嘅祈禱。佢哋唱一首新嘅詩歌，講：唯有你有資格接受該件書，掀開該條當過嘅印呢，因為你是本人賜死，你通過流血到死，對各種族、各語言、各民族、老大嘅國家將人贖進來歸本上帝。你是佢哋上咗一個國，做祭司來服侍愛哋嘅上帝，佢哋會統治世界。繼續看下去，我聽到有千千萬萬天使嘅聲音，佢哋為定企在寶座老師嘅生活，並眾長老嘅主位，台上唱詩講：本人自己嘅羔羊，有資格接受權能、豐盛、智慧、力量、尊貴、勇敢、老雄讚。我又聽到天堂、地上、地底下，到海度一切所造嘅，就係以手間嘅萬物，隆重唱詩講：願雄讚、尊貴、勇敢、老權柄，全部歸本該坐寶座嘅老羔羊，直到永永遠遠。是嘅生活恩講：阿門。眾長老就仆落去拜祭。